大家好，我是克契拉佛教中心的谢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在2天前，我跟大家分享了仁波切终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印度。他在1987年年底抵达印度德里，然后再前往达兰萨拉，在教我仁波切的座下受戒出家，然后在1988年年初呢，仁波切南下前往甘丹萨基寺，并在那里住了下来，在宋拉藏那个地方是他终于那是他上师，他挚爱的上师的拉藏。所以仁波切虽然所住的地方呢是很简陋的，还有很多虫蚁、蛇虫，就是有蛇出没的地方，而且常常还漏水。但是仁波切却觉得那一段日子是他这一辈子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因为他终于可以住在他上司的家里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再讲一下这个关于他在甘丹寺里的一些时光。那今天主要讲的是他当时的一种生活上所遇到的困境。那在甘丹寺的这个小题呢，就是在甘丹寺的艰难时光。最初几年，寺院生活对年轻且默默无闻的仁波切来说并不轻松。那仁波切刚刚抵达甘丹萨基寺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从美国前往印度出家的一个年轻小伙子，20出头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并不是什么仁波切，所以基本上也没有太多，也没有人去留意到他，也自然也就没有赞助，而且他家里的人也都不支持他。那有些寺院僧人的生活费有人赞助，但是仁波切那时没有任何的捐助。那一般上寺院的僧人呢，如果说有些是家庭啦，有些亲友啊，就会多少会赞助他们，就是他们的生活费。但是仁波切他是从美国，就是从大老远从美国前往印度，就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没有人，就美国当地的亲友们也都完全不支持他，所以他生活是非常困苦的。所以他生活非常困苦，且经常挨饿。每天的食物呢，只有糌粑其实是一种西藏的这种青稞粉。那青稞粉呢，仁波切他会用茶水把它揉成小团，然后吃下去。但是就一般上的糌粑粉是他们拿来寺院里拿来当成朵玛用的。有些时候如果说比较就是情况比较富裕的话，可能就加牛油啊，可以加蜜糖啊之类的。所以仁波切当时他只是用一些藏茶，就把它揉成小面团，就把它吃下去了。然而，尽管他的食物并不多，他的僧友都知道他会将一半的食物分给窗外的鸟儿吃，留给自己的那部分变得更少了。那仁波切呢，他自己本身其实他连吃的，他只有糌粑可以吃。普通的食物其实我们一般吃的，比如说鸡蛋啊，比如说就是牛奶之类的，或者是青菜之类，他基本上他都没有什么机会吃，太穷了。但是尽管如此，他连他自己仅有的一点糌粑呢，他都会分一半给鸟儿吃。那其实是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其实还蛮熟悉的。仁波切到今天为止也都是这个样子。虽然说现在他已经不是他已经不是属于那种贫困的一种情况，但是仁波切都会把他的食物跟大家分享。如果说刚好他在吃什么，如果说仁波切我们跟弟子们跟仁波切一起出外啊什么，仁波切呢基本上他自己本身他只是浅尝即止，吃一些其他，他大部分都把自己盘里的东西都会分给身边的人吃，或者是如果说有一些动物之类的啊，那仁波切也都会特别吩咐说，去喂那些动物吃。那这几十年来，他基本上都一直是这个样子的。那直到今天呢，也是这样子，就
比如说他吃剩的食物啊，或者是有时候他对特别吩咐说啊，把这些东西拿去喂昆虫啊，喂鸟儿啊，喂狗啊，基本上都是从来不会，就是在自己得到温饱的同时，仁波切从来不会忘记还有在外头挨饿的各种动物和众生的。那他曾给美国的养父母和洛杉矶的同修写过信，请求他们资助自己，但他们都拒绝了。那他其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底下，他当然是有写信的，但是当时我们都知道，当时他的父母其实是养父母是非常反对他出家的，那当然也就会支持。那他的父母回信说，既然他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路，就要自己走下去，不要再让他们难堪。因为对他的养父母来说呢，真正的就是有面子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家族有面子的事情，其实就是好好的念书啊，上大学啦，找一份好的工作啊，就过一般人的日子，那种才是叫有面子的。出家其实是一个对他们来说，他们虽然都是佛教徒，但是他不太明白出家的意义，所以出家当生人对他们来说其实是蛮丢脸的，所以当然自然就会资助他们。那朋友们呢？那其他朋友们则说没有汇款到印度的可靠方法，所以也没有给他寄钱。在当时，在80年代末，汇款前往印度的确是相当难，所以他的朋友们其实可能当时互联网当时也没有什么，就是也不盛行，所以大家在找资料方面可能就是要找方法去汇款啊，都觉得是相当难的。而且可能朋友们也不见得是非常富裕的，所以就不会冒这个险。所以他这种情况下，父母而他仅有的亲戚朋友全部都在美国，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在极尽孤独的时候，他就独自坐在自己的小屋里，为经受的苦难而哭泣。我们不要忘记，当时仁波切才多少岁？才21、22岁，65年，22岁到23岁之间。那寺院里的条件是非常贫困恶劣，募款更是困难重重，以致仁波切在极度沮丧之下，2度逃离到附近的户部里市去。他躲在一家旅馆里，计划先到新德里，然后再逃到别的地方，也许逃回美国。堪苏强巴也许仁波切派署名圣人寻找仁波切的下落，但是仁波切不停地换旅馆，企图摆脱他们。最后堪苏仁波切放话，如果仁波切还不回来，堪苏仁波切就亲自去户部里寺向仁波切下跪顶礼，求他回来。对于自己竟然让当时年届70的上师动用这种方式来劝请自己回去，仁波切感到十分惭愧。出于对上师堪苏仁波切和其指示的敬重，仁波切没敢等到上师登门，就赶紧返回甘丹寺。那当时情况实在是太过困苦了，其实连3餐温饱，最基本的温饱都没有，而且住的地方大家之前已经给大家看过了，那个地方，就基本上就是个牛棚嘛，就是除了漏水，它基本上只能说算是有瓦遮头，如此而已。所以对年轻的当时的仁波切来讲，这样子的一种，再加上语言不通啊，他只会讲英语了，而身边的人都只讲藏语了，就基本上其实是算是陷入一种困境。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底下呢，那仁波切就觉得非常辛苦，他也尝试逃离过，但是他的上司呢，当时的堪苏强巴也许仁波切呢，就派僧人前去寻找仁波切的下落，其实甚至就还放话说，如果仁波切再不回来，那个堪苏强巴也许仁波切就会亲自去请他回来，还向他下跪顶礼。那当时，那仁波切其实本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尊师重道的一个人。当他听了这样子的话，
自己的上司竟然要向自己下跪顶礼才请自己回去，那仁波切非常非常非常的惭愧，所以根本就不敢多逗留，立刻就乖乖的返回甘丹寺去了。那不久之后呢，情况有了改善，他在新泽西一位俗名卡门切基科夫出家后法名杜登张伊安尼拉的老朋友。那这位杜登张伊安尼拉之前我们有介绍过。那根据堪苏仁波切洛桑达庆的指示，每个月开始给他汇款50美元。那希望大家还记得堪苏仁波切洛桑达庆。堪苏洛桑达庆仁波切其实就是仁波切的第一个上师，他是在新泽西的上师，所以在这个新泽西的这个上师的指示下呢，他以前的就连幼年少年时的朋友杜登张伊阿尼拉呢，就每个月开始给仁波切汇款50美元。那当时50美元就相当于1400卢比，对当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那有了这些新的资助呢，仁波切就能够开始购买食物，可以修补漏雨的屋顶，那可以增添便利设施，改善自己恶劣的住宿环境。当时他就买了风扇、蚊帐，还在屋外的小道里架起一个可以做简单饭菜的火炉。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这根本是最基本的一些生活的，甚至是就是基本的生活条件而已，就是风扇啊、蚊帐啦，就一个做饭的火炉啊。那对仁波切来讲，这却是等待了好久才有的一种转机。那另一次，当仁波切参访色拉寺的时候，他透过色拉寺著名的庞龙神谕，请示多杰雄登应该如何解决他财务上的问题。在听了多杰雄登护法的建议后，仁波切按照堪苏强巴也写仁波切的指示，建造了一个聚宝箱，然后再把至尊宋仁波切亲手做的聚宝瓶放在聚宝箱内。但是当时色拉寺其实庞龙神谕其实是在色拉寺的，所以当时仁波切前往色拉寺去拜访的时候，他就透过这个神谕请示多杰雄登应该怎么解决财务问题。那多杰雄登就给他指示说，你需要去请一个聚宝瓶，再把聚宝瓶放进聚宝箱内。这在寺院里是蛮常见的，其实每个寺院他们都有自己的聚宝箱。聚宝箱是蛮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箱子，大家呢就会把自己的聚宝瓶呢就放进聚宝箱里。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能够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这里看看有什么照片给大家看嘛。这张照片呢，其实显示的是仁波切跟堪苏强巴也写仁波切一起在喂鸟儿食物。那仁波切，这是仁波切的习惯。认识仁波切的都知道，仁波切身上、车上，他随时都带有各种粮食，喂鸟儿啊，喂昆虫啊，喂狗狗啊。那如果是人类的话，当然他如果看到就是街上一些穷人啊，就是流浪的，或者是就是他总是会不时的就给食物吧，就给任何可能需要的人。那即使是在自己本身的就是在自己的拉藏里，仁波切随时常常会看到，就是窗外如果说有一些人，或者突然间他总是会时不时几乎每天他都会吩咐弟子，吩咐拉藏的厨房就会说去帮某某人准备食物啦，可能某某人病啦，所以这些其实是应该弟子本身应该去留意到的。有些时候我们每天在进进出出的时候，有些时候反而是忽略了身边的人，那反而是仁波切总是很细心的，就会发现到大家的需要。
人家就会特别去吩咐，比如说有些人工作到比较夜啊，他就特别吩咐说，哎，就帮这个人准备一份三文治啊，或者准备一碗面啊之类的，或者准备一个热食啦，或者是某某人就可能仁波切发现就不舒服啦，仁波切特别吩咐说为他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是凉茶之类的。那这是仁波切就是他多年来的习惯，就是特别细腻、特别照顾人的一个部分。那如果我们也许今天说因为他今天很多东西都有了，所以不缺的情况下就给大家，其实不是，他从年轻时就已经是这个样子。接下去，尽管财务上的问题偶尔使年轻的仁波切沮丧，然而接下来的重大挫折却让他更加措手不及。这件事至今依然对仁波切的生命造成影响。那这是什么事情呢？财务已经是非常，就我们听起来都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财务问题了。什么事情是更加严重的？在一次去达兰萨拉的行程中，仁波切想给自己画一幅多杰熊灯唐卡，然而在找唐卡画师的时候，仁波切却发现至尊迦杰宋仁波切赐予他的护法修持已经笼罩在争议中，很多画师都拒绝绘画多杰熊灯图像。那时候其实就1980多年，多杰熊灯禁令是还没有开始的，但是就在达兰萨拉，尤其是就已经开始有众说纷纭，就开始说叫大家不要修这个护法。所以那是仁波切首次听到针对这项护法修持家族的限制，各种负面之说也传遍整个藏人社区。他十分震惊，思绪也陷入混乱。他不能放弃多杰熊灯修持法，因为放弃修持就意味着违背他对根本上师至尊宋仁波切的承诺和誓言。然而他若不放弃这个修持，却意味着他必须违抗另几位上师。尽管仁波切从未对这几位上师许下任何与这位护法相关的承诺，所以这样子的各种情况，可能对我们就一般人可能就觉得没什么，就大家说什么就什么。比如说叫仁波切说不要修，他如果是大家如果觉得他是地位最崇高的，那很自然的就去跟从他嘛。但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那在跟上师的一种三昧耶里，其实有时要考虑的东西还仁波切考虑了很多。也正因为这样子，他让他非常辛苦，因为他的上师呢，上师里大部分都是修多杰熊灯的，那也有少数几位是不修的。那其中一位是授予他出家戒就是比丘戒的迦瓦仁波切。那当时就是说颁布禁令的，就是叫他不修的也是他上师，赐予他这个修持的也是他上师，他该怎么办？所以对仁波切来讲，不管做了哪一个选择，都是非常令他感到辛苦和为难的。那这种时候就要去衡量到底该怎么做，到底怎么做才是尽量做到最妥善的。所以在达兰萨拉的那个期间呢，仁波切把自己关在甘丹萨济寺祈愿堂的房间里长达3天。他不断的祈愿，向多杰熊灯献大量金酒供养，并且依在靠窗的位置，不断的做味香供养，直到香炉的热度把窗台也烧焦了。那你可以想象仁波切连续就对他像他一个这样尽量就即使自己多么辛苦都要去完成每一位上师的一种指示的一个人来说，对仁波切来说，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必须做选择。那对仁波切当然讲，他非常非常的为难，所以他就把自己关在甘丹萨济寺的，就是在甘
甘丹萨祭是在达兰萨拉的祈愿堂房间里，所以每天就祈愿，就请求护法给指示，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答案。那经过3天反复不止的深思和冥想之后，仁波切终于对自己该怎么做有了头绪。于是他走出房间，决心继续自己的修持。就在那时候，仁波切遇见了一个朋友，一个年纪较长的杜古。在听过仁波切的疑虑和困惑之后，这位朋友又清清澈澈的口吻向仁波切说，他既能不公开自己的修持，也仍然能对教我仁波切保持尊重，这两者没有矛盾。之后仁波切冷静下来，想起格鲁派行者不公开宣说自己的修持其实是一种常态，尤其是那些具密续性质的修持。仁波切曾形容必须接受多杰雄登护法修持遭受非议，必须接受多杰雄登护法修持遭受非议的那段时期，是他人生最沮丧的其中一段时期。因为这种情况必使他在2位上师之间选一个。几十年后，随着多杰雄登的争议越演越烈，仁波切成了少数几位勇于为多杰雄登修持者的权利而发声，并继续将多杰雄登殊胜修持传授给弟子的其中一位上师。那这里虽然只是短短几段，但是对仁波切来讲呢，这样子的一个挣扎和这样子的一种痛苦呢，确实延续了好几十年。从那时候1980年，仁波切在达兰萨拉听说这件事情，他就陷入了一个严重的困境，把自己困了3天。他终于决定了之后，当然他的决定还有另一个朋友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你两者都可以同时进行。那你既可以遵守对宋仁波切的承诺，就是说继续那个修持，因为这个修持是宋仁波切，这个多杰雄登护法修持是宋仁波切给赞都古仁波切的。那既然宋仁波切已经圆寂了，那仁波切就没有办法，他就必须去完成，继续这一辈子都必须持续这个修持，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请示这些上师自己是应该继续还是放弃。这是跟上师之间的一种三昧耶。那另一方面，自己的另一位上师呢，却说不要修。那但是这位上师并不是传授他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的上师，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做了选择，就是他继续这个修持，但是与此同时，他可以不公开这个修持，因为其实护法修持，如果大家有比较熟悉的话，大家也知道，就是在格鲁是非常低调的。一般上对自己的本尊啦，或者是对护法啦，尤其是偏向有密续的一种性质的一些修持，大家其实都是完全闭口不谈的。就比如说仁波切的本尊是哪一位，这个至今为止其实是没有，是弟子也是不知道的。因为其实真正修格鲁的修行者是非常谦虚，他们把自己的本尊收得非常密，那也不会公开到处去宣扬自己的本尊是谁啦，到处去放图片啦，放照片啦，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于护法多杰雄登护法这样子的一个修持来说呢，也是偏向密续性质的。那其实不公开去宣说也是可行的。所以仁波切当时就做了决定，选择了这种折中的做法。那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就延续了接近20年吧，18、19、90、接近20多年吧，可能。所以直到后来，当这个雄登的一个禁令越演越烈，而且仁波切请示了护法，那护法表示是时候可以公开了，仁波切才公开自己的修持。那其实在那几十年没有办法公开自己修持的那段时间，其实仁波切是非常，你可以想象仁波切是非常辛苦、非常挣扎的。那当他终于得到护法的批准，可以公开修持之后，仁波切就短期内就崛起成为一个
为雄登修持者谋求福利的一个相当是属于少数几位勇敢的去为多杰雄登修持者开口发言的一位上师。那这个小节呢，就暂时到这里为止，因为等下接下去的内容就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了。这里有几张照片，来看一下。这里是照片。这张照片呢，这个是仁波切的他在甘丹寺的一个宋拉章的经堂望出去的一个景象。这一张照片呢，这个是当时仁波切他请人去画的他的个人的多杰雄登唐卡。当时他就是因为想画这幅唐卡，很多画家拒绝他，所以仁波切才发现开始有了就是雄登禁令的一个原谅。这里还有在这书中呢，还有这一个，就是当时他非常贫困的时候，他还跟自己美国的朋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个叫Diana， 就是有一些书信往来。这位女士到至今就是年纪蛮大了，依然还跟仁波切有保持联系。那这是他们的书信，这个是Diana到至今依然保存着一封信件。那其实信件呢，如果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去阅读一下。那信件呢，就是最初呢是一些普通的问候。那问候了之后，其实仁波切其实关键就是问候啦。那你从信里面你可以看到，虽然当时仁波切还是非常年轻，但是他一贯的其实他记得人家对他的恩惠，其中有一段特别讲到他第一次遇见这位戴安的时候，那个戴安给了他怎么给了，如何给了他100美金，这对当时他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特别提到，其实这就是仁波切，你对他的一点点恩惠，他都会记得，永远就是这几十年都不会忘记那种。那到了最后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仁波切的一种口吻。但是在他的信末呢，还特别吩咐这位朋友，你记得，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位朋友就当时跟他常常一起，大家打电话提醒彼此不要睡着，要继续完成每日功课的那位朋友，他信末特别提醒他朋友说，不要跟别人，不要跟其他的一些可能比较不好的朋友一起出去。他讲，你必须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你要跟格西拉在一起，你要常去佛法中心，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到处去玩，要记得要做你的修持。这个是对，所以这就是仁波切的一种方式。他永远他最在意的呢，就是提醒弟子啊，千万别忘记自己的修持啊，别忘记自己答应过要去完成的事情了。对他来讲，并不是说他注重他要那一件事情被完成，对他来讲更在乎的是他弟子答应的东西有没有做到。其实是在弟子那一方面，而不是在上师那一方面。比如说，就比如说仁波切叫其中一个弟子去帮他可能就买几瓶牛奶，比如说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事实上重点并不在于仁波切想要那几瓶牛奶，而是那名弟子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其实他大可找其他人去可以更快，但是他往往就会根据每一位弟子的根器啦，根据每一位弟子的能力啦，或者当时他们适合去做的事情，就吩咐那名弟子去做这件事。所以那名弟子最重，所以仁波切常就提醒他说别忘记了你答应我，别忘记了去买牛奶。事实上他常强调就是说，不要就是答应了上司的事情，不要等到上司提醒，最好就是答应了就立刻去完成。那这就是仁波切
这是他训练的一种方式。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在说些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每上师所给予的每一项功课，并不只是修持而已。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答应。答应了之后，如果能做到的，那其实如果说，而且上师有个特点，你做不到的事情，他不会叫你做。那你能做的东西，就是他会叫你做一些也许比能力高出少许的一些有一点挑战的工作。那通常呢，就是要激发你的潜能。那你只要答应了，你去做，就一定能做到。那最重要就是答应了就要去完成，并不是仁波切要那件事情去完成，而是他希望你答应了去完成。一方面可以累积功德，那一方面长期这样子下去的话，那上师跟弟子跟上师之间的三昧也就很干净。那将来呢，就能制造机会让上师能够传授给弟子更高的一些法门。这是仁波切当我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仁波切从年轻20多岁开始就已经是个样子，对他的朋友，就是不断的还是就是提醒别忘记了，别到处乱跑，记得到佛教中心。好，所以这些是闲话。所以这一节的分享呢，就暂时到这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请问是不是发射讯？请问是不是可以只有一位根本上师？事实上其实是没有规定说只可以有一位根本上师的。根本上师其实可以多过一位，但是就是我们觉得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最真正的一些生命的转化的那位上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根本上师。好的，那目前只有一个问题。那如果是既然这样子，那我们暂时先这个环节告一段落。接下去呢，我们会继续讲仁波切重遇现任的宋仁波切，以及他怎么跟他的亲生父母联系。先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身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身造，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此相属二次矣。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三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举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请恒常住。好的，谢谢大家，我们待会再见。